两岸要来看到两岸宗教界交流的大代志，这是头尾10年，为中国大陆凤山市的开基尊王圣王公来到嘉义来祈福。嘉义的保安府特别招集做供庙，也有90个顶头热情来接驾，规个信徒场面足闹热。10年，中国大陆西山凤山市开基尊王总算要来啊！接驾队伍都有数百公里，场面是真壮观。文武艺阵，红色蓝色的烟火是真美丽。伫大日头下掠雨伞，阁有女神来跳舞。像这样热闹的场面，还是第一次看到的。中国大陆西山凤山市开基尊王，即摆来台湾祈安祝福，嘉义保安府出数百万甲信众共同来迎接，庙内底满满拢是虔诚的信徒来咧参香迎驾。看到咱遮大的阵容，因非常的惊讶，尤其伫大陆。毋捌曾经过，这是台湾人对圣王公的热情。即摆顺台祝福总共15天，信众是真热情。庙方希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对维持人的感情会当有较正、较深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